第一個號碼係06。新一期居屋、綠置居同埋白居二攪珠，房委會首次安排3個計劃同步接受申請，亦都喺同一日攪珠。強颱風巴威逼近日本沖繩，為當地帶嚟強風暴雨。英國執政工黨啟動黨魁提名程序，貝安德話已經收到超過300個工黨議員支持，亦都係目前唯一候選人。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。新一期居屋、綠置居同埋白居二攪珠，房委會首次安排3個計劃同步接受申請，亦都喺同一日攪珠，認為可以為申請人提供更多選擇。